你好，是关嘅欢收看11月1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安南区以种洋香瓜出名，但今年洋香瓜安那种就是卖大丛，互农民要靠无目屎。所以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天辉邀集农粮署南区分署到现场会勘，希望政府会当专款救助。现在应该是洋香瓜采收的季节，不过是坐到安南区一带的瓜仔园。不但洋香瓜生袂大，而且尾流拢翘起。不管农民安怎收果，甚至顶种，还是同款，互农民要靠无目屎。我看了几年啊，瓜仔种拢无啦，口起佫种嘛是无，种2遍拢无安尼。啊，就种就翘尾。消灾？消灾鱼啊！对此，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日前邀集农粮署南区分署甲市府农业局来会勘。希望中央会用的专款来救助农民的损害。今年农作物你看就是像这样，欲哭无泪。那我们这个全台南市栽植的面积呢，讲了不多，但是损失的面积呢已经超过1半以上。那希望中央能够呢专款来这样补助，那地方也申报，那地方也是拜托一下。那这个灾情很严重。希望大家能够共同为这个农民，让他们能渡过难关。咱今仔日吼接到咱郭信良议长的陈情啦吼，因为听到咱地方咱农民啦吼，大家看到这个情景起来是吼欲哭无泪啦吼，因为大家知影讲原本过去总是若摆佫加减啊，佫会当收成，但今年是全部崩溃啦吼，规个完全一粒都收袂起来。因过去嘛是讲用蔬果看会当救起来无，结果咱看到蔬果起来嘛是安尼，规个拢打紧啊。大根根本就完全无摘掉，过去做后续的一寡相关的这个补救的动作。所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农粮署、咱农委会农粮署相关单位，咱分署长也特别落来，佮农改场来了解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尤其今年是完全拢袂当收，是气候，还是这个病毒害？这一定要查清楚。议长表示，过去洋香瓜一直是安南区有名的农特产。种植的面积有几十甲，虽然面积无大，不过损害却超过1半以上。每一甲地无算人工，敢若是成本就要3万块。现在却拢无法度收成。议长甲立委表示，除了希望农粮署会用斗相共调查洋香瓜无法度栽种的原因，另外嘛希望会用得到政府的专案救助。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展现守护安南区时代健康10档有成，安南病院特别邀请7支社区队伍，将近100位高龄长辈来举办乐龄健康操比赛，每一队拢跳出健康特色甲活力，最后由嘉西文残的宝贝摕下第1名。所有社区的参赛队伍用指定的歌曲，家己编排适合的健康操，有装扮、有道具，会当看出因用心的准备，并且跳出健康活力。根据了解，安南病院亲近社区的健康营造已经10档，社区与合部辅导各社区开办老人健康促进团体，到达已经有20个据点的成果。10号总共有7支队伍，将近100位时代做伙参加健康操比赛，当中也有4位超过80岁，甚至连坐轮椅嘛要出来参加，展现热情活力。非常开心，我们在大节因自主训练抵安的礼拜1到礼拜5那因拢自主训练之后，每2个礼拜会请我们专业老师来特别教新舞，互大家人个。这个有新的舞蹈来练习也感谢安南医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表演舞台谢谢我们团队今天大家都表演非常精彩，身体较好，快乐，然后心情也很好，然后你讲无演摆无跳舞身体利落落，多跳舞咯，身体加偌好安尼。嘛加较瘦呢，比较好。甲年轻人社会会当分享这个开心，这个快乐。
面对后疫情时代，如何和长辈加入社区，透过健康促进活动机会，彼此交流，互相关怀，达到在地老化、强筋健骨，也成为在地病院推广健康营造的焦点。这次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安南医院配合区公所跟卫生局，可以把我们长者再集合起来，因为本来中央就有在办一些所谓的高龄健康操等等。那我们利用一些讲座、健康促进，甚至我们聘请所谓的健康运动指导员的方式，然后到各区域鼓励长者出来。那我们发现几个现象也是非常有趣的。第一个就是说女性参加为主，那所以我们这次是鼓励男性要多多参加。那第二个，或许有些住在机构有一些轮椅的长者没办法出去运动，那我们也在我们的护理之家也辅导一个团队，等一下要做一些高龄健康操的表演。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健康的长者来帮忙，有一点点不健康的长者，也让年轻的长者来帮忙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利由大家一起来把一些以前在疫情前大家在疫情中造成的生活的不方便或心理压力的郁闷呢，能够在这个疫情慢慢恢复之中能够走出来。经过激烈竞争，最后由嘉西温产的老宝贝以在地社区的特色，结合体适能的动作设计，摕下冠军，嘛成功吸引众人眼光。台南新闻军及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迎接圣诞跨年，9号市长黄伟哲再次公布第2波的艺人名单，包括吴建琴、高武仁、高武轩等人，佮有第一摆来台湾演出的日本女团 Free Slipper 以及亚洲新男神杨宇腾演出的阵容相当坚强。2023台南好养耶诞跨年系列活动，邀请侪位国内外超强卡司，每一位拢是亚洲级的歌手，精彩可期。市长黄伟哲9日再度公布第2波演出名单，包含台湾超冠人气的男团吴建琴、高武仁、歌手高尔宣、Howzy、同理以及原子少年 Ozone 天王星等歌手。那现在的他们可是少年少女们最喜欢的台湾偶像男团，是吴坚琴。告五人呢不限这个曲风的音乐风格也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高尔宣呢不管是唱歌还是创作，都是超赞的一位歌手。尤其呢，台南的朋友对他应该不会陌生。每一次他来到大舞台上呢，总是这个渲染力十足。以前他们叫做地球，现在呢他们叫做 Ozone 代表的也就是正向、初心和创新。另外，市府嘛特别邀请到日本超高水女团 Fruit Zipper 首次来台演出。今天总共有9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司真的超坚强，任何一组到其他县市都是压轴。那不仅有吴坚琴、告五人，还有日本的这个少女天团，还有我们台籍的这个艺人到日本发展已经卓然有成的。那更不用提到许许多多像高尔宣一样的很强的，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别邀请了吴坚琴的2位小赖跟娄俊硕，还有各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其实他们只是小试身手，到时候我们的耶诞跨年活动就知道他们的真本事、真功夫。因跨年连续假期有3天，黄伟哲也呼吁歌迷会当赶紧排假，有订饭店甲车票。若是无订到，市府嘛会开放西拉雅广场，予大家搭帐篷。欢迎大家来台南参与耶诞跨年系列活动，放松身心，迎接新的一冬的到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台南市文化观光伴手礼产业发展协会所主办的美食购物节加公益慈善活动，11月12號將佇水高社文化園區登場。到時有濟美食、文創甲伴手禮等點價相當豐富。市長黃偉哲邀請大家做伙來食美食、做公益。台南伴手禮成功美食購物節甲關懷弱勢公益慈善活動。今年已經邁入第2屆舉辦，這屆總共有60檔伴手禮名店組成的好物市集，
每一单拢好买好势。另外，还有音乐响演等精彩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佚佗。为什么叫星光？这是晚上的晚会，还有这个晚上的嘉年华，还有请新会，还有很多歌手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做精彩的表演。那为什么美食不用提了？讲到美食就一定要讲到台南，讲到台南就一定要讲到我们伴手礼协会的一个美食哈。今天出来的这个我们邀请的都是非常厉害的美食，但是坦白讲都会有遗珠之憾，你都会害市长被骂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好的给讲出来。但是今天没有来的，或是没有这个参展的，也很多都是美食，所以呢，美食讲不完。第三，我们购物节有这个福袋1元竞标的大福袋，我们很多厂商店家做爱心，捐助了这么多满满的一桌这一桌我们要作为公益拍卖，总共有6份，一桌的话就算1份，价格最高的我们就给他们拍出去了。那全数捐给我们幼旅协会的我们的理事长。除了有刺激甲表演以外，主办单位嘛结合侪间爱心厂商捐出产品，作为大福袋1元竞标奖品，一份市价超过7200块，总共有6份。这所得也会全数捐助给公益使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组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
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感谢嘉义，因为有真济活动，有大批观光客造成原本就容易塞车的交通更加严重。这时，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的监控引导嘛发挥真大效果。其中有一条10年以后，都要用智慧化来管理交通，预计增加4000个停车位以外。大台南公车的改变，有温度的小黄公车，以及每一条捷运拢进入新安新业阶段，拢希望让台南的交通脱胎换骨。交通一向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尤其台南府城早开发，道路狭窄，已不符合现代交通需求。一遇到上下班或是假日，就容易塞车，停车位也明显不足。对此，市长黄伟哲2018年上任以后，积极改善交通，打造全台第一座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我们台南市在108年启用了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作为交通运输的大脑，结合了 AI 影像辨识系统技术以及整合了云端数据系统，让市府更能掌握拥塞的道路的即时状况，迅速调整交通号志，并且提供用路人即时的路况、停车格位等等的资讯，让市民朋友们能够大幅减少行车时间。因此，善用智慧科技来管理交通，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交通拥塞的问题。说到智慧化，台南市路边停车和收费就因为智慧管理，平均每一个汽车格位增加38.4%的使用率，而且缩短民众找车位最直接就是新建停车场。透过争取中央前瞻计划，已有9个案场补助，总共投入43.96亿，预计增加4000个车位。台南市由于是最古老的城市，开发的早，观光景点又多，街道的道路的街廓相对的少，停车需求又很高。那么在过去的3年多以来，我们全面盘点并且活化公司有的闲置土地，代管认养以及争取9座前瞻立体停车场等等的多元策略。在3年多以来，我们总共增加了44000多个停车位。现在我们也积极争取前瞻补助，新增7座的立体停车场哦。另外，路边智慧收费停车格，目前也已经完成建置4500席的智慧停车计费系统。我们从空间、时间的管理来着手，让停车格位充分发挥效益。台南县市合并以后，推出全国唯一整合客运业者的大台南公车品牌，重新规划公车路网，载客量从每一年749万人次，倍数成长到超过2360万人次。2022年底，也在新兴从化区推出全新的促逼公车，同时引进最先进的电动公车，用安静、舒适和安全打造低碳公共运输。另外，为了弥补公车服务的缺口，让偏乡市民坐计程车只要付公车费用，成为有温度的市政。台南市历经县市合并之后，其实幅员是很辽阔的。公车系统刚开始合并之初，
也非常的混乱，甚至很多客运公司都收起来倒闭了。经过前任市长以及我们的努力，我们将公车的年运量从合并之后的749万，成长到目前最高的2360万。近年来也增加许多新的干线，来服务不同地区民众的需求。针对偏远地区，我们推出小黄公车，来补足公车服务的缺口。目前已经有20多条路线喽。针对公车来说，比较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地段或路线，我们利用小黄公车来补足，以满足市民朋友们的需求，让他用公车的价钱就能享受到计程车的服务品质，是最有温度的公共运输政策。台南是6都当中唯一还没有捷运的城市。黄伟哲坦诚，虽然距离动土还有一段路要努力，但每条捷运都从讨论进入成案审议的阶段。台南市的先进运输系统，为了因应台南科学园区沙仑绿能科学城的高速发展，我们重新规划，把捷运系统整体的路网分为优先路网以及长期路网。第一期蓝线综合规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估都已经提报中央审议了，核定之后呢，将会进行路线的设计，最快在民国115年就可以动工。其余的路线也按部就班的进行相关的规划作业，预期可以完成府城、南科、沙仑3大核心区域的交通路网，为台南市的未来发展奠定更好的交通运输环境。台南人除了期待捷运、铁路地下化也突破进度，从原本不到3成，目前已将近7成，相信未来台南的交通将脱胎换骨。有讲和自称的滴滴668回援车将伫11月12號來到台南，車票預定以後無到15分鐘就賣完。不過市府表示，搶無票無要緊，伫火車站邊仔龍田恰恰文資教育園區，嘛伫東港東部舉辦相關活動，邀請大家來看火車試市集。國王號前期火車 DT668將要來到台南。中橫會來到龍田車站，先前車票開賣15分鐘了後就賣了啊！因此火車站邊仔的龍田恰恰園區嘛舉辦系列活動，讓無搶到票的民眾嘛會當來看火車。市長黃偉鐵特別發信台鐵站長出席記者會，甲30名小朋友坐着小火車到定位活動做宣傳。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所有的好朋友一起來台南，你可以看到我背後，你可以看到我背後的火車聲音哦，那可以知道我們接下來這個最厲害的蒸汽火車國王號 DT668已經要來台南，在11月12號的時候，一路從仁德保安一直到新營後壁，好，那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好朋友都火車迷都熱切的期待。那當然呢，我們除了火車之外，也可以歡迎到各站的停靠點，大家可以去那邊拍照。那拍完照，事實上也各站很多站體都有這個市集，那尤其在我們龍田恰恰園區，又可以有很多的活動哦，歡迎大家一起來看火車、寫市集，看火車繞市集，看火車逛市集。活動當港有國王市集、恰恰火車爆米香以及老派照相館等等，同時推出一個周邊商品，提供大家來收藏，並且拍卡翕相買當抽獎，豐富多元的活動，千萬唔通錯過。歡迎大家伫11月12號這天來到園區佚佗，想要了解更加多資訊，嘛會當上園區網站查詢。台南新聞楊春懷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1月10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咱再會。